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台北市出现一个真大的窟窿。信义区的总德街60巷22號附近，一個新建案的工地邊仔的道路，伫下晡3點外傳出路邊放棄的事件，出現15米長、3米寬、深度有2米到3米的窟窿。烏托擺、一卡台車攏落到窟窿內底，加在是無人傷亡。就看这啊，落一空啊，啊尾啊，佫直落，安尼。有看，头前个鸡仔位啦，头前个鸡仔位两地才拢放落，两地摊位拢放落啦。市政府叫恁去多少？啊，无头仔拢无放，头仔拢无放啊，头仔拢无放，头仔遐都留外的人都爱安排啦，有安排，也免啦。我应该点只顾了啊。现场会使看到相关的单位拢赶到现场处理啊，因为窟窿甲徛过的门户拢冻掉的，消防人员也当咧甲受困的民众救出来。有一个85岁的士大是先送到病院去，目前并国有10多的民众需要安置。因若窟窿发生的原因，监管处暂时认为是附近的建案当咧施工造成地基的流失，详细原因搁要调查。